本林有一个高中生哦，去年底去互一个摄影师性侵，叫做性影像检警落去调查，甲证据扣起来。也即个证据啊，有1700多条，即个资料，其中佫有未成年，就对即个摄影师躯体向法院申请羁押，禁见是核准哦。也即个高中生的妈妈是指控讲，学校认为讲，即件案件呢是发生伫咧校外，就无随向教育处来通报。也教育处这边是表示讲，即个制度确实有疏失，会来检讨。 去年底，一个婚龄的查某高中生，互住伫台南的一个姓吴的摄影师甲性侵，而且佮翕性影像。伊的妈妈知影了后，随带伊验伤甲报案。校方线讲，专案是发生伫咧学校外口，无牵涉到老师甲学生，所以无随甲教育处通报校案事件。我们不应该给小朋友一个交代吗？那大家都不讲出来的话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，对，他是就一直拍，一直拍。那他受到伤害，然后把事情讲出来。 我们的各级辅导也进去辅导的时候，才发现学校根本没有通报。云林县教育处表示，学生和校外人士甲吞去，虽然不是校园性平事件，不过要算校安事件，学校应该爱有校安甲社情的通报。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部分，会加强各级学校的一个宣导跟再教育。 云林地检署表示，有成立专案小组，伫个姓吴的男性台南的徛家敲着硬碟，内底有1700多笔的资料，甚至有部分的影像是未成年。本署检察官认为，被告有反复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之嫌，即指挥警方持拘票将被告拘提到案。 云林地检署表示，姓吴的男性信后是以加强强制性交、儿童甲少年性剥削等等的罪嫌，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目前要搁咧清查被害者的人数，呼吁受害者会当出面向检警来报案。公司新闻云林报道。